再来，咱话来看日本。伫日本，因为社会气氛的关系，就算去互性骚扰，嘛称赞唔敢大声发出来。即马日本电车业者为着要减少性骚扰的情形，因推出女性专用的车厢，而且警察厅今年嘛另外编3000个警察来保护女性坐车的安全。有一个网络的创作者，伊伫咧东京的车头，还有列车内底咧巡，用手机记录，希望会当倒掠出性骚扰的犯罪，来帮助受害者收集证据。伫电车内底就真客人做掩护，对妇女做出性骚扰或者是不雅的行为。伫日本有一个专有名词——电车痴汉。日本政府将对16到29女性所做的一份调查显示，每10人当中有1人捌伫大众交通运输工具被性骚扰。啊，不过实际数字可能更较悬，因为真侪妇女烦恼报案了后，带来影响，咱就点点无讲。法国的法兰西斯即是新闻台记者，这一日对专门压出痴汉的 YouTuber， 伫东京性骚扰发生了相关地铁车站，果然列车靠站，车门一开，就低高手出现了。嫌犯想要当作无代志上车，啊，不过这位 YouTuber 无放棄。女性のねお尻こうやって手の甲をずっと当てながら入ってた。見た。全く意識見た。じゃあ動かないで。じゃあ動かないで。警察来了后，嫌犯逃离了会室内，警方口头警告就可以离开。本来是一礼拜用4天的时间，伫东京正无用的地铁车站列车巡视，用手机记录痴汉性骚扰甲押出的过程，或将影片放伫 YouTube 公布。Police officers are really busy, and I understand that it's difficult for them to intervene every time, especially due to staff shortages. So I give them my videos to use as evidence and raise awareness in society. 加拿大首都东京一年掠到的痴汉人数达800人，警方甚至针对这社会问题推出协助适当的手机保险应用程式。僕が君を守るよ。守る？警視庁の防犯アプリデジポリスよりも。作為警察 App 推出了後，已有78萬次的下載量。You just need to tap the screen to trigger a warning saying. やめてください。やめてください。警方表示，這 App 有幫助，啊，不過唔是解決的方式。When a woman is sexually assaulted on a train, some say they are too scared to scream or too embarrassed to react. We developed this app to help them in these types of situations. 集体主義流行的日本社會對投訴女性被害者有負面的觀感，真濟人甚至驚甲痴漢直接對決。政府調查指出，有80%的性騷擾受害者唔敢向警方報案。這住喺東京15年，化名叫做美子的女性，都捌2擺被攻擊，第2擺以為受證來符合報案的條件，整整忍受15分鐘才動手掠人。The first time, an old man was standing next to me, started saying obscene things to me. He also touched my buttocks. The second time, someone touched my breasts for about 15 minutes. I waited before reacting because, in Japan, women are often accused of making false allegations, and I didn't want to be accused of that. 在2個雙客協助之下，美子將下手的15人送去警局完成報案程序。I was often asked if I felt ashamed, but no, I was never ashamed. On the contrary, the harasser should be ashamed. 為這問題，日本鐵路電車業者推出女性專用車廂，警察廳今年另外編列3000個警力保護婦女坐車時陣的真正安全。公視新聞王慧文報道。